若繼續來看經貿的談判總代表楊振寧，被指控霸凌顏慧欣這個案件，經過行政院調查了後，確定有構成霸凌，總統府昨下令給伊免職。顏慧欣的爸爸，也就是財政部的前部長顏慶忠，發出着聲明，講尊重着行政院調查的定序，但是針對着楊振寧持續來發布着甲事實無符合的言論，讓大眾誤解，無法度接受。我看到的是這個副總代表的委屈。講到印象中的經貿府總談判代表顏慧欣，民眾黨的立委陳昭姿講到後天，行政院經過3個月委外調查，認定經貿總談判代表楊振寧部分行為已經是過身的顏慧欣甲經貿辦的人員身處模範性的工作環境，身心受到真大壓力。總統府昨暝發布總統令，將楊振寧免職。霸凌零容忍，它其實是為了是勞工的工作環境的健康。那我們尊重行政院這次的外部委員做的一個調查的結果。依照了解，行政院佇調查結果出來前後，捌暗示楊振寧佇所進體自稱失職。行政院六都英台29早起嘛約見楊振寧，不過楊振寧質疑講，這是少數另有多名人士片面之詞，無正當性。因此，婦院高層緊急的開會，聯合出手。OTN 的同仁對於楊振寧政委的管理風格評價2級，所以我想我們的調查報告絕對是經得起檢驗的。楊振寧政委他身為當事人，他當然有權利用各種方式來做後續的程序，那行政院也會尊重。因為調查報告甲處分攏出來，顏慧欣的老爸前財政部長顏慶忠頭一擺發出4點聲明，表示充分敬佩甲尊重外部人員，嘛贊同倒英台停止楊振寧的職務。不過，報道擁護的是楊振寧相關的說辭甲事實無符合，影響社會大眾的視聽，將顏慧欣未完成的志業變成國家的制度，才是行醫的公道。你的電話已轉接到語音信箱。記者打電話給楊振寧，無人接。楊振寧已經委請律師要拍官司，伊的救濟庭事未來將會成為各界關心的焦點。